主后2022年7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教会领袖和助手的条件。圣经提摩太前书，咱对第3章第1节来读到16节。这句话通信，这句话通相信。话译本放伫第2章的落尾。若有人爱做监督，伊是羡慕美好的工作。所以监督就无通嫌，只有一个某，安分守己、自制、端正，熬款待出外人，熬教士，无酒醉，无香卜，反倒爱温和。无三钱，无贪财，熬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囝儿有顺服，事事端庄。因为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哪会晓眷顾上帝的教会？初信者毋通互伊担任监督，则袂自高自大，陷落甲魔鬼所受共款的审判。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，则免受诽谤，陷落魔鬼的罗网。即事相款嘛着端庄，无双面话，无喝酒，无贪财利，着用清气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。即款人嘛着先互因接受考验，若无通嫌，则互因担任执事。女执事嘛通译做执事娘，嘛是着端庄，无中伤别人，安分守己，事事忠实。执事应该只有一个某，熬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庭。执事的工作若做会好，本身会得到好名声，嘛通真好胆讲论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。我毋望真紧就会去你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，我先写即张批，互你知，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。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偌尔大。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。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，伫万邦中受宣扬，世间人相信，受接纳入荣耀。以上。教会领袖和助手的条件。教会是信仰团体，领导者的条件和一般社团对干部的期待当然无共，若无就袂当彰显信仰真义。教会领袖需要有甚物款条件呢？大先，教会领导者应该有的抱负，就是羡慕美好工作的心，也就是爱有委身、热心和较无传福音等各项事奉的意愿。伊必须要清楚明白信仰要义，坚守真理来教导信徒，毋是顺着社会风潮随波逐流。这当然必须先转来认捌圣经上帝话语，本身清楚明白，坚守教义，善于教导，才用健全的信仰来教化别人。搁再来，教会领袖爱有好的行为，伫婚姻关系爱圣洁，无容许发生婚外情。家庭建造甲亲子关系是上直接的生活见证，对这
才会当建造教会，传扬福音。若教会领袖上亲的家人之间关系不佳，拒绝福音，毋愿聚会，一直伫咧教会含传福音，就无说服力。教会领袖是代表教会的形象，生活必须严谨，包括伫日常生活有规律，无酒醉，袂放荡，温和，善待出外人，对钱财的事清白等。金钱一直是容易诱惑人离开上帝，背离信仰的力量。对上帝有信心的人，会满足伫所拥有的，爱相信上帝恩典教业通用。彼得也捌劝勉长老，服侍是出于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收劳。第三，拄当参加教会的人，毋通担任领袖，免得心高气傲，讨魔鬼服帖，受定罪。另外，教会领袖的助理伫社会上也着有好声望，袂违背伦理道德的规范，免得受到诽谤，成做福音的破口。咱拢受教导，当教会伫遴选长老执事的时，咱爱选有心无善功、有抱负的委身者。当因对信仰有正确的认知，才有能力来教导信徒。因必须品行端正，才有资格成做模范，以身作则来建立教会真实信仰的形象。有时，咱也会听闻牧长跋倒的代志，上常发生的就是伫情欲和金钱的软弱。这个代志一旦曝光，特别搁上主要媒体时，对本身教会和信徒拢是极大的伤害。我捌去了解教会领袖软弱的因端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平常备受尊重、信任，本身过度自信，一旦失去警醒，就容易入伫迷惑。咱着时常为教会领袖代祷，求上帝保守因的心怀意念，无互因拄着试探，互因就算遭遇诱惑，也因为圣神的同在，有能力来赢过人性的软弱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有担任过团契干部、小组长，还是中职等等职份？我是因为心无善功、乐意侍奉，受推选做领袖，还是出于竞逐名声地位？咱需要时常为教会领导者代祷，免得因互歹较赢。我是毋是有担任过团契干部、小组长，还是中职等职份？我是因为心无善功、乐意侍奉，受推选做领袖，还是出于竞逐名声地位？咱需要时常为着教会领导者代祷，免得因互歹较赢。做伙来祈祷。主爱的耶稣，阮感谢你的救恩，佮呼召阮来服侍你和教会。我愿意伫真理确信和认知，佮伫生活上诚做模样，见证你的大疼痛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